Canva。Canvas 的功能介绍：一、丰富的设计模板。Canva 内建上万种现成模板，涵盖简报 （presentation）、海报 （poster）、社群贴文 （Instagram、Facebook、TikTok）、名片、履历、邀请卡、logo、传单、书籍封面。这些模板都可直接套用并自由修改字体、颜色、图片与排版。Canvas 的功能介绍：二、拖放式编辑 （Drag and Drop Editor）。Canva 最大特色是操作简单，只需拖拉文字、图片、图示、形状、影片等元素即可完成设计，可自由调整大小、透明度、阴影、层次与对齐，支援自动对齐与智慧吸附线，方便排版。Canvas 的功能介绍：三、内建素材库。Canva 提供免费与付费照片、插图、图示、影片、音乐。AI 生成图片与影片素材 Canva AI Magic Media。 背景移除器一键去除人像或物件背景。Canvas 的功能介绍：四、AI 智能工具 Magic Studio。Canva 推出 Magic 系列工具，能大幅提升设计效率。Magic Write AI 文案生成工具。Magic Edit AI 影像修补与替换。Magic Resize 自动转换设计尺寸，如 IG 改成 FB 封面。Magic Switch 将同一份内容转成不同格式，如简报、文件、社群贴文。Canvas 的功能介绍：五、团队协作与云端储存。支援多人及时协作与留言。云端自动储存设计，可建立品牌套件 Brand Kit， 统一字型、颜色、logo。可设定角色权限编辑、检视、审核。Canvas 的功能介绍：六、输出与分享功能。支援下载格式 PNG、JPG、PDF、MP4、GIF， 可直接分享连结或切入网站，可输出成 PowerPoint、影片或直接列印实体作品。Canvas 的功能介绍：七、进阶整合功能，可与 Google Drive、Dropbox、Zoom、Meta、Slack、TikTok、YouTube 等平台连接，可使用第三方插件 Apps 与 Integrations。提供 Canva Docs、Canva Whiteboard、Canva Video Editor 等多种模式。Canvas 的功能介绍：八、版本差异。版本功能特色：免费版提供基本模板与素材，适合个人使用。Pro 版开放更多高级模板、AI 工具、背景移除、品牌套件、无线云端空间。团队版适合公司与教育机构使用，支援多用户协作与审核流程。关于 Canva，Canva 是一个线上视觉设计工具，不需要专业设计能力，也能快速完成各类设计，提供模板、图片、字体、图标等资源，适合个人、学生、企业使用。Canva 可以帮你做什么？演示文稿 PPT Pitch Deck， 社群贴文 Instagram、Facebook、X 等，海报与传单，简历与名片，报告与电子书，邀请卡、证书、活动页，制作幻灯片的步骤。打开 Canvas， 搜索演示文稿模板，选择喜欢的版型，编辑标题、文字、图片，添加动画或过场效果，预览、下载或线上分享。制作传单的步骤：搜索传单模板，选择设计样式，替换图片与活动资讯，调整排版、字体和颜色，下载 PDF 或 PNG 印刷。制作海报的步骤：搜索海报模板，选择版面设计，替换内容与主视觉，调整字体大小和排版，下载或分享。制作简历的步骤：搜索简历模板，选择适合职业的风格，编辑个人资料与经历，插入照片与图示，下载 PDF 并打印。Canva 加 ChatGPT 的利与弊。优点：自动生成文案，设计与内容同步，灵感快速迭代。限制：需人工调整排版与对齐，不适合过度复杂的视觉效果。总结： Canva 是强大的视觉设计平台，适合各类人群轻松创作。搭配 ChatGPT 可提升内容效率。未来设计趋势：自动化加创意整合。
谢谢观阅聆听。